林县地检署伫好尾布袋戏馆举办反贿选的宣导，邀请到各行业的代表，透过让布袋戏讲故事的方式，共同来宣示反贿选的决心。 台顶的布袋戏团搬贿选的剧情来教大家，若是拄碰到相同的代志，要安怎来拒绝和检举？透过趣味的口碑，让观众看甲嘴里塞塞，同时嘛加强反贿选的观念。今天结合百工业，包括这些新住民我们各行各业的代表，我们让大家对于全民的反贿选是从全民来一个参加。今年底的选举特别到云林县地检署、警察局和调查局，伫咧好尾镇布袋戏馆举办 专门反贿选的宣导活动，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不买票、不卖票。各位如果有贿选、暴力选举、假讯息等等的一些情报资料，也欢迎各位民众踊跃的选举。透过宣导活动，希望全民来反贿选，有大家感到这当选出有真正伫咧为民众做代志的人才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